人伫啊啦？啊？表囝。哪怪？你若是要用抢，你手一放，白玉就马上吹去。好，算你幸。我已经照你的条件将你三个人带来，啊，你毋着将白玉交出来。小青，你千万唔通冒险，这死边拢因的人呢。是啊，小青姐啊，你免管阮啦，你紧走啦。你放心，我自有安排。你敢有什么诡计是无？啊？关老爷，恁人遐济，我只不过是一个青年的小女子，敢讲你来惊我是？这，好，你上好，莫比什么花样，啊无，我将伊当作钦犯，劫杀无论。你放心，只要恁将恁三个放过迄边桥过，咱再过来讲条件好啊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将我当作箭头是无？啊？关老爷，我当人已经青云啊，你想我甲恁走去倒位去？只要你将因三个人放过桥去，我自然会甲白玉行交互你。你也知影，我一声命令落去，因拢莫想要活哦。我当然嘛知影，不过你嘛爱知影，你有可能永远无法度得到这个白玉。别讲，你莫冲动哦。会用的，你先将因三个放过桥迄边去。这安怎？好，那个我听什么？放人啊！是，放人啊！耶！快点啊！你快给啦！你快！小青，我来听。啊，等你搁查咧创啥？要放你走的时，你煞唔走？等你老公改变主意啊！你唔通讲伊无情哦。小青，咱紧来走。我来听，你先过迄边桥去，过去伊会带恁走，较紧过去。我本来放你家己一个车，你即摆目睭看无伫咧，足无方便的啊。紧啦！是啊，你紧过去。金相，啊，你先传两个走，小等下，我对后面就来。安尼哦，哦，师傅啊，你家己较细腻呢。行。我已经将人放过去啊！啊，你白玉哪唔交出来？这白玉镜，敢才是对你遐尔重要是？当然是重要。小青，你较有元气的。啊！哎呦嘞！哪边啊你？我来，你唔免烦恼啦。这小小的伤，对我来讲无啥物啦。小等下吼，我去买一寡草药啊，过过就好啊啦，吼。无咧，你还阁有跌无？无咧，你哪唔讲话咧？我唔是甲你讲过，你唔免烦恼。你唔是小青，你是火红红。无咧，你先讲啥？我唔知影，我唔知影。你唔知影，也唔过我知影。我知你拢咧骗我。为什么你要继续小青的模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别怀疑着，你从来都冇发过这么大心的，都因为我唔是小青，你才会这么生气心。这段时间当中，伫我的身躯边的唔是小青，是你对无？是。为什么？你讲，你甲我讲，是安怎你要安尼做？为了安尼做伊，我实在想袂出，也讲有啥物更较好的办法当遮开。
哪会小青伊即摆人呢？我唔知影，我尊重我知影，我袂甲你讲。你袂甲我讲，天后，你走，你走啊！我永远都不会过你，你走。我早就已经感觉，我已经做了我想要做的代志，安尼都够。你今晚赶我走，我嘛袂怨恨你。小青，小青，你是别。我的自强。我你这摆要斗你落去？你是啥物人？李伯，我田地顶啊叫正常一个查某。奇怪，伊的衫甲头早就同款，是安怎面型的无共？免管啊济，先重点等下讲。好，你给我抓住去！干！这个老可怜，这个老可怜，伊不是小青，伊是火红红，这个老可怜。哪有可能救我？伊哪有可能牺牲家己救我？这么老可怜，也不过，伊明明就是火红红，这敢是面吗？这拢是假，这拢是假。万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主相为相，则见如海。有缘师傅，当然是有缘，咱唔知搁再见面。小青伊，还不是，伊不是小青，伊是火红红。伊是个魔界，竟然会拔出来这个情甲爱的陷阱。你是咧讲啥物？无啦，莫然啊，你即摆是要安怎做呢？我唔知啊，我唔知啊，我规个心肝乱糟糟，我唔知啊。我了解，你即摆内心非常的矛盾，你唔知影要安怎做。也毋过呢，你应该爱将代志的实质，爱甲伊任何清任何明。譬如讲，你先莫管伊是啥物人，你先来决定看，你有要帮助伊啊无？或者是讲帮助伊，我为什么要帮助伊？我即摆有一种放弃的感觉，我想怎来帮助伊？老人啊，你即摆对善恶已经产生矛盾之心，安尼是会影响你判断的能力哦。你会甲我帮助无？我一点点仔意见无？
这是你家己所种的因，你就要承担这个果。叔，叔，快走啊！是安怎伫我上需要你的时，你拢要离开我？要敢要气死哦！这标价明明就是假的嘛，啊！跳！你无人呀？犯人啊到，不管你是啥物人，你都要讲出真的白玉镜伫咧啥物所在，啊无吼，你的后果会真凄惨。真凄惨。敢讲我即摆还阁无够凄惨是？嘿嘿嘿嘿，惨的还阁伫咧后壁。讲，即摆白玉镜伫咧啥物所在？伫咧断崖的时阵，就已经落去啊。你毋是讲过，互你捡着啊？你真搞怪哦！啊，你想要甲我骗？这白玉镜是假的。无可能。好，你既然不爱讲，嘛不要紧，我有办法。来人啊，在，马上大过时，明仔5时出战这条路。我都唔相信，你的共党袂出来甲你救。什么？师兄，是你？你搁真厚，虽然目睭痴迷，敢听声知影是我。你来这要创啥？我是感觉真奇怪，东东五界修罗王的女地主，竟然沦落到这家牢内底。是讲这件代志，若是有师知影，唔知伊有啥物款的反应。这是我家己的代志，唔免你管。林提达，你走。你要赶我走？敢讲你无希望我救你出去，而且来依伫你的目睭？你是无可能会无条件来救我。无唔对，只要你甲我讲一支慎重的咒语，我不但会依伫你的目睭，而且啊，我可以帮助你毁掉白玉镜。什么？白玉镜伫你的手内？白玉镜已经互我调包啊，对啊。你敢毋是早已经知影白玉镜的秘密啦？只有靠迄面白玉镜，无然早都找到要地府的入口。既然你什么拢知影，你过来找我要创啥？虽然咱两个目的无共款，但是咱拢共款无希望无人去地府。敢讲我讲唔对啊，是毋？只有毁掉迄面白玉镜，无人才会继续踮伫咧人间。安尼，你叫我都继续去接近无人。师兄，这种的出头已经结束。自从无连伊知影我的身份以后，伊就真恨我。伊恨我，为什么要冒充小青？安尼，无人已经知影小青死啊。我并无甲伊讲。那安尼就好，孙妹，你还是考虑我清楚。只要你紧甲慎重的咒语甲我讲，我就马上救你出去。师兄，你真正假是讲，这个家路会当关我的条心？我只是无想要出去，我的心已经死。趁这个机会，我希望我会当重新投胎转世，出世伫一个普通人的厝内。什么？你安尼做是自暴自弃？敢讲做一个魔界的人，我你感觉真见小心？坦白讲，无论对我的影响真大，我真欣赏伊对小青用迄款感情。芳芳，你哪会变遮多？
师兄，假使你若真正爱小青，你就无应该用武的，你来参像无莲，用真情来对待伊。好啊！我爱听你讲这个。现在你甲我讲，你到底是要答应唔答应就好啊？就算讲我知影，我嘛袂甲你讲。你好，那呢？你就等我等你明仔载去用斩首示众。不过，带念咱师兄妹的份上，我一定会替你收尸。哼！无莲师傅啊，阮找你找到较辛苦的啦。金常啊，哈，你带小帅甲贵基紧离开遮。无喏，我专工来找你呢，哪有离开的道理啦？对啦，迄故事咧讲哦，今日中昼要甲小青斩首呢。这件代志真复杂，我即马真歹甲你解说。你紧先转去。无老师啊，你是要去倒位啦？这个因是我种的，我要来去害这个果。你是咧讲啥？我拢听拢无啦。伊虽然毋是小青，也毋过这段时间以来，伊救我、照顾我种种，我实在是欠伊太多了。师傅啊，你是咧讲啥啦？我怎啊听无呢？听我的话，你先转去。下暗我若是无转来，你就带两个紧走，有听到无？这官兵来啊，咱两个紧走，走。我的自哎呦，要惊死人哦！师傅咧，哎呦，师傅倒倒去啊！哎呦，我死啊我！姚律，你高洁清官，偷摕国宝白玉镜，不知悔改，国法难容，行刑！小郑呢？阿爸，少年刚扰乱现场，原来是你这个盗犯。我是来自首的，白玉镜甲伊是点仔关系都无？伊找罪，我一个人来打，你要太我，叫你将伊放开。老莲，退凤凰，我已经决定好啊，不看安怎讲，我嘛袂用去欠你的情，我即马会用去还你的，就是我这条命。老莲，你不应安尼做。来人啊，把这下手压起来！是。老莲，你何苦安尼做呢？我只有安尼做，才对得起我的良心。你实在是太过。免讲遮多了，马上出战！是。阿老爷，阿娘，阿娘你伫倒位？阿娘你伫倒位？我要来救你。阿娘，阿娘你是伫倒位？啊，是阿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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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娘。小青，老莲不要兄，爱你，将你，爱你不就将你变好？爱你不变，将你变好。明明你是我唯一的。
明你是我唯一心爱现实的生活。别人东西，学问天天问地，一种痛苦。啥人知？若想你分分分分自己，不想你真真真真伤悲。虽然亲情芳袂美，嘛着找一个理由安慰我己。啊，爱你袂着，祝你幸福。